就以音樂大使嘅身份出席咗一個記者會，宣布樂壇將會有一個以全新評選標準嚟選出最佳音樂作品或者係歌手嘅頒獎禮啊！咁其實啦，每年各電台都有大大小小嘅頒獎禮㗎啦。呢個頒獎禮又有啲咩特別之處呢？呢個會嘅人先可以投票啦。咁其實係少咗好多政治嘅因素喺裏面。咁就好樂於喺嗰晚頒獎典禮嗰晚，我亦都會去到現場可以戥得獎人高興。亦都可能亦都係有一啲得獎嘅，或者未必係我諗喺啲我哋嘅 circular 裏邊都睇得好清楚，可能係有一啲會出人意表嘅結果嘅，因為並不表示係同其他台嘅有一啲好多 airplay 頭先你講過係好多播放率或者商業元素嘅嘢有關嘅人啦，先至會係攞到啲我哋嘅獎。咁所以就呢個係可能同其他嘅頒獎典禮有啲唔同。喺呢一個頒獎禮裏面呢，都會選出最佳男女歌手嘅噃。咁哥哥樂壇嘅成績，大家有目共睹啦。咁應該輕易入圍㗎啦啩？因為我今次又呢個Cash 嘅音樂大使啦所以我所有嘅任何作品唔選得㗎，今年我都唔可以選，冇規定。咁咩最佳歌手我攞埋咧，即係內地冇睇嘅，所以即係全部我有份內嘅嘢我唔選啦，今年棄權。哥哥呢個公正嘅音樂大使投咗第一票嚟支持個頒獎禮，而且希望大家同佢一樣支持本地原創音樂啦。